今年月至年15，十個米拜太歲。依家信徒就攞住燒豬喺呢度啷幾個圈嚟拜太歲。攞燒豬啷圈之前就有割太歲嘅儀式。法喜壇信徒攞住香割太歲就要叫過太歲神壇。今年嘅太歲係吳族將軍。睇佢斬豬肉，斬得乾淨利落。依家就大快朵頤。